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9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英。头先咱要做回来关心的，就是台南市无障碍协会理事长去劳工育乐中心的时阵呢，因为路无平，人挂轮椅呢拢摔出去，落尾伊转上网来怨叹讲，这人又搁飞出去啊！那台南市的这干部局是回应讲，这出代志所在已经受罚，嘛来编经费维护后手会搁全面来调查。 坐轮椅的人是坐伫台南永康的街路顶，定拄着路边的障碍物，有的所在佮关系无平，互因真歹通行。甚至南市无障碍协会理事长林兆坤日前去劳工育乐中心上课，都因为人行道关系无平，人脚轮椅摔倒，手后脚受伤。干部局回应，南门路劳工育乐中心边仔的人行道损害。 20已经紧急请厂商修复好势，一直在诉求说要鼓励身障朋友要多外出，可是你人行步道就不安全，会觉得说人行步道为欺是福。然后我们其实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其实我们就不想要出门。环境的一些堆放杂物，那简单来讲都是杂物啦。像你看现在看到的那个花粉就是了。 那个花粉其实都不是公有的，那其实不适合放在人行道，然后会影响我们的行走。实际上，这不是头摆发生，协会指出，正有人因为路面关系无平，和坐轮椅的人摔到后壳不幸过身，因真无欢喜批评讲，但是近来新埔的北安路一段的人行道态度关系无同，甚至搁踹，因若过这个所在拢提心吊胆，踹甲要死。 验收的时候，到底有没有请那个轮椅的，或者是4个轮子的试看看，到底能不能通得过？因为我觉得那都是，尤其在临安桥那一段，我觉得下坡完全不敢下，我觉得那有点像自杀。我一旦没有刹住就往路上冲了，然后车子就过来，那很恐怖。后续公务局对台南市其他路段的人行道也将检修。 确保人行道安全。干部局讲，市府当年有编5000万来巡检修缮，会豆换透水装的路面，营造更较安全的用路环境。协会建议市府，路唔单单是好脚好手的人在行，嘛要顾到脚手无方便、较塞年无车的人在行。所以政府单位要照顾到用路人拢安全的人行空间。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 另外，伫咧台中沙鹿的北势东路呢，有民众是发现讲，这生活的灯外的飘线拢画到要90度。有驾驶是表示讲呢，这handle路芳无啥会过，所以惊会互人甲检举。那市政府是表示讲，经过调查呢，拢总是有18搭无照度来施工，即马已经要求厂商来改进。 路回新设的红白标线，暗过青顶一道大细车拢总会缀过标线，尤其是正滑的车搁较侪。当地人讲，新的标线都亲像是画假的共款。以前呢都从那个比较有弧度啊，现在比较直角的啊。我刚开始看起怪怪的，以前好像这里面的。 台中沙鹿正义上款附近北市东路，最近进行道路改善工程，暗过实际画好标线了后。 道路的空间搁较狭，货车都爱直角转换，唔那开因为内轮差底线，有可能有挨着的风险。用路人拢讲没关系。回转半径会比较大，如果你遇到更大台，像公车那一种的更难转啊。角度不要那么大，因为它有内轮差的问题啊。开车的时候、骑车的时候就会很注意说不能压线，不能压线这样子，都是就是增加我们的一个负担的啦。 市府指出，这路段是内政部国土司补助，为今年6月底开始进行改善工程，范围为镇南路2段到东进一街，全长1700多公尺，其中为标线进行到有18鱼，暗过有18鱼登滑弧度，厂商无照度来施工。已请监造单位全面巡检，今日将进场调整重绘，且加速画设绿色标线型人行道的部分，预计近日即可完成绘设完成。 根据原本的施工图来看，列车部分是标线型人行道的范围，车道的转弯弧度较短弧，现场实际弯角半径明显是伤过细，造成民众困扰。市府除了要求厂商马上改善，也照契约规定检讨厂商加减做责任来扣罚。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高雄的美浓有几落地呢是有人偷乌沙石，这背后那像是有集团咧操作。即马地检署呢是伫当场来扣15台怪手，也甲这地主甲业者拢总17个人拢带转去问话。法院今仔日裁定，这负责看交仔的2个人是羁押禁见，那其他8个人是以2万块至10万来交保。大概挖掘3到5层楼高。
检警人员徛伫顶悬看落去，规块地已经成做一个大窟啦，边仔过会当看到准备要用来囤转去的建筑废弃物。高雄美浓8月初风逼出，有几多笪农地风挖甲坎坎坷坷，疑似有集团来遮偷过沙石去卖，落尾搁载物件转来囤。桥头地检署27指挥相关单位前往当地敲找，发现有农地已经洪挖甲20公尺深，业者透过沙石买卖甲载废土转来囤的做法，不法所得超过3级。检察官当场查扣15台怪手，当时带回地主、业者等相关人士拢总17人。被告周某、曹某等11人涉犯窃盗、窃占、废弃物清理法等案件，向法官申请羁押禁见。这摆敲找拢总有4大农地，检察官发现地主拢是今年过年了后陆续买地，甲不法集团合作，大约2月、3月开始偷过沙石、回填废土。这地点拢是伫高屏溪水质保护区，这款做法已经严重危害到国土环保安全。另外，不法业者拢是选择偏僻的农地来偷过，基山美浓地区农地济，搁离沙石较条近，成为不法业者作案的第一选择。现在当地警方也持续加强巡查，将会针对该可疑的农地，不定时以空拍机前往巡视探查。因为相关的机构拢互查扣，8月初市府要求回填的作业也已经暂停。针对声称羁押的13个人，法院29裁定负责看狗仔生做的查甫人等2人羁押禁见，其他8个人以2万到10万块交保，2个人限制住所，1个人请回。记者柯家祖、柯昭阳、郭永昌报道。伫嘉义县一寡乡镇呢，是因为粪扫的分类无做好好势，结果传出互粪扫车家己退运的代志。即马环保局是来启动粪扫车对车稽查的专案，当场来查民众所担的粪扫，嘛来宣导这分类的观念。环保局的稽查人员协助粪扫车的清洁队员，甲民众无做好分类回收的粪扫捡出来。嘉义县环保局无定时会派人对粪扫车来检查。希望除了协助各乡镇宣导粪扫分类的观念，嘛要减少因为无做粪扫分类、粪扫车互退运的代志。现场的作业人员吼，因为压力足大，因为要甲民众要退运啦，要破袋吼，民众拢较会讲话啦，会较对民众较大声扫安尼啦。我希望阮的稽查车伫后壁面吼，阮甲对的时吼，阮话也阁有种情形，阮能来处理。嘉义县环保局统计。目前嘉义县平均起来，每一天一人的粪扫量是0.88公斤，比全国的0.5数搁较悬。粪扫分类回收的状况，阁有需要进步的空间。一寡乡镇的清洁队就表示，粪扫分类回收的人员空间不足，希望会当得到协助。粪扫的这个分类需要较侪人力来支援。目前阮是利用地检署的这个劳动人来跟斗3工，做这个粪扫分类的工作。未来嘛希望环保局。上级单位会使针对阮的车辆甲这人员的甲支援。环保局表示，粪扫的分类回收除了会当减少粪扫，嘛会当减轻粪扫处理设施的负担。针对一寡乡镇的清洁队有人员设备甲空间无够的状况，拢会来提供协助，希望会当透过无定时对车的检查，养成民众粪扫分类的习惯。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政治消息先来看，这国民党籍的台北市议会副议长叶林团，伊是涉嫌用龙头来做拍凊裤等等的电子游戏场，而且佮利用这职权来修改住地条例，互业者会当好康。原来台北地检署呢是照这贪污治罪条例，对叶林团等人来提起公诉，而且嘛请法院加以当判。检方是调查发现，讲叶林团呢是透过龙头来做拍凊裤等等的电子游戏场，也利用伊的职权甲人施压，或者电子游戏场的业者呢会当摕到牌，而且会当多年超过314万，所以目前已经甲叶林团提起公诉。菲律宾一搭创新园区伫网络大文，讲咱外交部长林佳龙呢是带团伫咧当地咧参加活动，嘛因为即马咱台湾甲菲律宾是无邦交，所以引起真大讨论。也那菲律宾是表示讲，其实因无清楚这林佳龙敢是伫咧菲律宾，也毋过真正是有这台湾的经贸考察团伫咧菲律宾来访问。也那咱的外交部长是解释讲，这团是农业部来带台美企业去到菲律宾来考察。可以帮我们讲一下，说那个部长现在是不是去菲律宾访问？访问到外交部长林佳龙敢当伫菲律宾出任务，处长吴志忠是笑甲真神秘，因为前一天回国一个创新园区的社群大文，内面看到林佳龙当带团伫当地参加活动，因为台菲并无邦交，引起外界讨论甲真热。菲律宾现任总统小马可斯的参议员大姊艾米马可斯，就讲这个访团真有争议性，烦恼影响菲律宾和中国的关系。
I believe it's the presence of the rather controversial independence advocate, Lin Chia-lung, who accompanies the Taiwan delegation here in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so-called foreign minister. This is a business delegation. We have no direct knowledge if this person is here. 菲律宾的外长刚才证实讲，有一个台湾的经贸考察团当地回国台访问，日要讨论一种政策议题。听证会顶悬是指出讲，回国无承认台湾是主权国家，但是强调两岸的议题按两岸的人民来解决。外交部长林佳龙是否率团访问菲律宾？ 外交部目前没有评论。咱国的外交部嘛正低调表示讲，这团是农业部处长、国营协会长和美台农业协会做伙组成，去菲律宾考察投资和贸易环境，相信是对能够推进台菲经济走廊各项合作计划，落实台美做伙伫第三地开发的目标有帮助。台菲关系其实有很多面向，那不是只有经济上，在很多跟发展、跟社会，还有甚至广义的安全上。 都有很多的合作。学者对台菲关系的发展态度是真正向。其实小马可斯上任以来，双边关系是愈来愈密。菲律宾今年4月是放宽台菲政府官员交流的限制，除了政府总统、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以外，菲国的官员都会当提一般护照访台，卖当接待台湾的经贸投资访团。另外，小马可斯伫8月初嘛捌表态，讲若台海爆发冲突，菲律宾无法度当作无伊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维克呢，今仔日是来访问台湾。伊表示讲，这抓呢，就是要来表明这美国甲台湾之间真深的友伴的关系。We're delighted to be here as part of an American delegation to reinforce and emphasize the great partnership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talk to our friends and allies in Taiwan about what we're doing to enhance worldwide peace, the kind of peace through strength that Ronald Reagan talked about. We stand here to re-emphasize the partnership and the security friendship agreemen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had with Taiwan. 维克是强调讲，这回呢，就是要来甲台湾来讨论安怎用实力来促进全球的和平。伊嘛强调，这台美之间呢是有真深的友伴的关系。也若对团内的嘛有这美国的参议员费雪，咱的总统赖清德是预计今仔日下晡会来接见访问团。 另外来关心的是，咱驻德国的代表贾志伟呢，是要去到比利时来做驻欧盟的代表，有上百个人来甲伊欢送，这现场是热闹滚滚。也那德国外交的官员也表示讲，这台湾是因伫亚洲真重要的友伴。驻德国代表处的门口排队排到落长，为德国国家来的代表要来甲贾志伟休息。 谢志伟担任过2任的驻德代表，前后加起来11年，可说是史上任期最久的驻德代表。任内为台欧关系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贾志伟德语讲了真老，伊伫个落任进前上尾一届演说，讲话是深刻佮趣味，现场大家是笑甲。Viele habe ich einige Zeit nicht gesehen. Viele habe ich in der letzten Zeit sehr oft gesehen. Hätte ich gewusst, dass ein solcher Anlass alle hier kommen lassen könnte. Dann hätte ich das öfters gemacht. 德国外交部的官员嘛受邀请来遮演说，表现对台湾的重视。Taiwan ist ein ganz wichtiger Partner für uns in Asien. Und zwar nicht nur wirtschaftlich, sondern politisch. Die Freiheit, die Sie dort verteidigen, auch unsere Freiheit ist, dass es eine Veränderung des Status quo in der Taiwanstraße nicht durch Gewalt geben darf. Und dass das Gewaltverbot der UNO-Charta auch im Verhältnis zu Taiwan gilt. 台湾伫咧欧洲的能见度最近这几年明显增加，长久以来伫咧欧洲议会为台湾画下的保水函，感受是特别深。Ganz fundamental geändert hat sich unsere Wahrnehmung hier in Deutschland von Taiwan als einem wertvollen Partner. Deutschland hat vor 2 Jahren zum ersten Mal seit sehr langer Zeit eine Bundesministerin nach Taipei geschickt. Im letzten Jahr fuhr eine Fregatte durch die Taiwanstraße. Wir haben das deutsch-taiwanische Dialogplattform und verschiedene Formen der Kooperation ist intensiver geworden.
落任了后，谢志伟会转任驻欧盟代表，继续为咱台湾对欧洲的外交拍拼。公司国际记者林玉丽，德国柏林报道。消息来看，在罗西亚又搁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来发动大规模的攻击，这回呢上无有23个人死亡，几60个人受伤。就连在欧盟甲英国伫基辅的办公室嘛受到严重的破坏。今嘛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呼吁各国对罗西亚来实行新的制裁。透早3点，大家还搁伫咧困梦中时阵，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始响空袭警报，马上就听到无人机甲飞弹射来，当地面体大火。根据乌克兰军方统计，俄军这边攻击总共有600台无人机甲31粒飞弹，强大攻击力量造成基辅几60个人死亡。中西部的大城文尼察也无电。Получається, ракета прилетіла і людей їх викинуло просто. Я почула, як прилетіло, коли я спала, і я побачила, як рама на мене летіла з вікна. Що було далі? Про що подумали? Куди побігла моя кішка? 天光了，被射到的病体也搁伫咧呛烟，救援人员甲一具一具的尸体搬出来。虽然俄军讲，因为攻击目标是军工设施甲空军基地，但过看现年的是，受到攻击的拢是名体一个停伫路边的车。另外，一个2粒飞弹是伫20秒钟内落伫咧离欧盟代表处只敢若50公尺的所在。英国文化协会办公室也受到破坏。欧盟甲英国拢吊见俄国的外交官表达严正的抗议。I'm outraged by the attack on Kyiv, also hitting our EU offices. This was the deadliest drone and missile attack on the capital since July. 冯德莱恩批评俄国唔但是杀害平民，也甲欧盟列做攻击的目标。欧盟所落来会对俄国提出更加强、更有力的制裁。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伫 X 平台讲，所有最后的期限拢已经被拍破，几多边的外交机会也拢被摧毁。俄罗斯继续攻击，表示伊的选择是弹道飞弹，唔是弹半岛。Because I talked to him about this, he was not happy about this news, but he was also not surprised. 美国的乌克兰特使凯洛格讲，俄罗斯对主题区发动攻击，正恶质。一般认为这场攻击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对美国总统川普所推出的和谈，一个正明确佮直接的回应。9月，乌克兰开始进入冬天，乌克兰官员担心俄军对基础设施一个另外设施的攻击力量，恐惊会愈来愈大。公司新闻网络媒编辑。美国总统川普有公开表态，讲想要摕到格陵兰的主权。目前是风声讲有3个甲川普有关系的人呢，哪像伫咧当地内部渗透，要人到小家来影响到格陵兰甲丹麦的关系。即马丹麦外交部知影了后，是要求美国的大使馆都要出面来解说。格陵兰规片拢是白色。丹麦广播公司日前讲，美国已经伫咧正秘密进行认知作战。有政府甲安全消息人士讲，至少有3个甲川普关系正密切的美国人，最近想要渗透当地，想要洗人格陵兰甲丹麦的关系。消息传出了，丹麦外交部紧急调见美国驻丹麦大使馆代办，要求伊对此提出解说。It's important that we gain some insight into this so that our populations, both Greenland and Denmark, know what we are up against. This is inherently completely unacceptable, and therefore, in light of the information that has emerged, I've decided to summon the American chargé d'affaires. 报道对3人的行动讲甲正详细，包括收集亲美国格陵兰人的名单，找可能会人抹黑丹麦的案例。其中有1个人，把几多遍甲川普同时出现。因为这3个人究竟是个人的行动，也是背后有人操盘，也搁会调查。格陵兰方面担心的当然是川普一直伫咧肖想格陵兰的主权。Working with everybody involved to try and get it. 川普伫咧第1任期的时阵就派人去调查，是毋是有可能甲格陵兰买来，甚至表现出有可能用军事行动摕到格陵兰的控制权。今年3月，副总统范斯昂阿姆去格陵兰访问，即马伫遐唯一的美国军事基地安全顾问瓦尔兹也带伊去。以及川普大后生小唐纳也捌去访问，虽然拢讲是私人的行程，不过丹麦甲格陵兰政界拢正受气。川普想要摕到的，毋但是极地战略的要地。也佫包括伫咧冰山下骹的稀土、石油加天然气。
Og der skal man jo huske på. We must remember that it is Greenland itself that must decide what we want, what kind of future we choose, and the order of the partners we choose to work with.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always be one of them. But I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be increasingly skeptical the more we hear about attempts to influence us in Greenland. 今年初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85%的格陵兰人无想要成为美国的一部分，56%支持格陵兰独立。无论是经多一条路，这个全世界上大多数的未来，拢应该由住伫咧岛顶头的人家己来决定。公司新闻温芳怡编辑。来看咱国内这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呢，互党内施压要叫伊落台。总统赖清德有表态讲，这党团应该就爱改选。即马嘛传出这党内呢是有过半数的立委来支持改组。也那郭建明今仔日是伫立法院来开党团的会议，互外界甲解脱当作是要反制。大罢免失败，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调郭建明被看作是第一号战犯，党内检讨的声音拢无停。总统赖清德讲，党团应该改选，才符合社会期待。也传讲，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亲自去考卷郭建明提来。另外，党内也发动改选党团干部的联署，传讲已经有过半的立委立委签名。对此，郭建明发动感激动员，离到伫咧议场开党团会议。潘国安署长有去找你吗？我跟你讲哈，我昨天就讲过了啊，时无声胜有声哈，所以有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哈，大家安静的看就好了，我不会再做任何回应。对党内压力，郭建明是不是要是总调正受注意？支持党团改组的立委王世坚讲，这是郭建明应该得到的天罚。因为林岱华是讲伊无签，支持郭建明。人做出选择就要付出代价。那这一次，我们希望说总召能够重新改选，希望的就是说要让我们党团有新的展望跟气象。人前老一线，日后好相看。世代交替可以讨论，但应该多留一些余地。多一点厚道。因为党团会议伫咧议场内面举行，立委无法度针对干部改选进行讨论。林俊彦讲，党团的共识正清楚，赞成互郭建明休困，要拿什么时阵互郭建明家己决定。如果是这个会期，那就是到今天；那下个会期就是到1月。那什么时候应该由柯总召自己来决定。招的呼声最高是你。民进党要加油了，大家都加油。林俊宪讲，郭建明是不是要提加罢免无关系，是副院党运作的综合考虑。伊若互人点名决定的接总调的蔡其昌，是讲民进党爱加油。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三读通过在校复原重建特别预算，这经费呢是有600亿，条约是有共识，所以一块拢无甲减去。也若普发现金1万块呢，嘛会拼10月开始来分。也毋过目前针对这台电200亿的强化电力系统，这在野要是有记录。大人物，来，我们大人物，好，他们开始喊开会。民进党立法院党团29日伫议场内围着圆箍召开党团大会。立法院这礼拜加速审查预算3大案，包括台南市丰泰在后重建特别预算案、关系普发现金的论性条例修正案，也甲行政院追加预算，针对在后的重建条约达成共识，拢无删减，29三读通过。按过论性条款，台湾强化电力系统的200亿，在野党无认同。跟产业有关的。国民党团就全力的支持，甚至还加码，让台湾台电濒临要倒闭的这些能源政策，应该要好好的朝野一起来讨论，尤其要倾听产业的声音，不能再一昧的姑息。行政院送出的是5900亿的预算总额，但在野党要删除200亿的台电电力系统强化的预算，稳定的电力供电，这个是为了产业，但是在野党往往是看到台电就亏钱。吴思瑶讲，等9月立法院审查论性特别预算，会拍拼以10月发放现金来努力。安尼114年度总预算追加预算的部分，国民党立委马文君针对各项预算提了删减差不多1亿，关系国防安全文宣新建的经费，新时代节目进行检阅。
后来其实好像变成10级、8级，其实一直在缩减。那可是那在金额不变的情况之下，我们觉得这是有问题的。只是图利可能特定的这个媒体，其实也是不对的。政战局这些相关的预算呢，在追加预算里面被删掉，这是第一个，就是应对中共认知作战这个部分。第二个呢是军事交流的部分，比如说我们跟美国军事的训练、交流等等的。那赢这个新世界节目，唔是什么人地作战的项目，力赢是针对各方追加预算，互人删差不多1成，这个是弱化各方自主。不过马文君嘛讲，项目是不是应该删除，会当接受评论。记者采访报道。国发会有公布7月景气信号是代表稳定的青灯。虽然讲这美国对顶关税是影响到国际的贸易，也毋过国发会是认为讲，即马就是因为这 AI 需求是真大，所以带动出口，咱后半冬的景气有机会会当继续维持稳定。国发会公布7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29分，甲顶个月差不多，订货连续3个月青灯，表示景气稳定，各项个性项目拢无变。不过电子业出口表现好，动能强。全球经济还是有一定的韧性哦，像7月底的时候 ，IMF 还上修今年的经济成长预测，跟4月的比，有时候它是上修了。就是说，即使关税产生的时候，他觉得这个美国的经济或是整个先进经济体，它的经济体还是有一定的韧性。其实我们看它的就业啊，其实都还不错，民间消费也还没有说很大的变动。国发会研判，只要台美关系谈判无出现重大利空，下半年景气也是能维持青灯。国发会讲 ，AI 力调推速出口，高效能运算带动二体升级，厂商拢提前优惠，出口动能继续增强。AI 需求其实还是很畅旺的，那几大的就是 AI 的业者，它的资本支出一定还是成长的，像 Meta、Amazon 还有 Microsoft 还有 Alphabet， 他们今年的资本支出大概有3550亿元，跟去年的2300亿来比其实成长蛮多的。专家表示，虽然 AI 的需求正强，不过传统产业依然受到关税压力，产业两极化的现象正明显。主计总处也向上修正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到7.45%，会当看出 AI 带动出口的效果正明显。不过国内的投资加全球的变数也是要正谨慎。记者综合报道。今年6月，中国所生产的米鹭呢，市占率已经超过咱台湾米鹭啊。立委就来指出讲，中国政府呢，因是开真侪钱来补贴着米鹭的制造，佮用真低价效来出口来到台湾。虽然讲即马咱是有针对中国的米鹭来去临时的缓轻销税，也毋过效果是真有限的。也那财政部是回应讲，即马已经咧规划新的政策，拍算来补助本土业者，保护咱的台湾米鹭。台湾米鹭定摕到国际奖项，慢慢代表咱台湾出国做文化外交。也毋过，即马伫本土市场所受到中国的挑战。今年6月，中国生产的米鹭市占率39%，超过咱台湾米鹭的36%。有立委指出，中国政府开真侪钱补贴米鹭的制造，用真低价效出口来台湾。虽然咱的政府已经对7月开始针对中国米鹭去临时缓轻销税，也毋过7月的进口量也是超过去年同期的27%，效果有限。进口的中制啤酒应该在今年底之前会死亡交叉，简单指，等到年底反倾销认定后，中国啤酒霸占台湾市场，超越台啤已成事实。这个时候你叫他补多少的税，都于事无补。中国啤酒从这5年来了啊，销往台湾的这边已经超过新台币160亿。那基本上我们的啤酒是没有办法过去那边的。我想，台啤啊，我们也都已经讲过了，我们这整个的贸易逆差160亿。另外，立委嘛指出，中国制造的米鹭写英文字，用外国风格包装，让消费者唔知这个米鹭是中国制造的。希望政府要求业者改善。财政部回应，针对包装可能让消费者误会，伫今年已经发布改税令，明年1月开始，若是要无改善，就会罚钱。如果他有违反的话，那依据我们烟酒管理法的规定，哈，它是可以裁处3万以上跟50万以下的这样子的罚款，而且呢，如果他没有
在这个限期之内改正的话，这个部分是可以按次处罚的。财政部嘛表示，面对中国秘鲁倾销的状况，目前已经有派人去中国调查，嘛已经咧规划新的政策，拍算补助本土业者，保护咱台湾的秘鲁产业。记者桂宗林、谢桂林台北报道。有教保人员是出面来指控，讲逐工呢这休困时间要着照顾，有囡仔根本都无休着，所以要求要有合理的规范。那教育部是表示讲，上紧伫10月会甲各地方政府来开会沟通，维护教保员的权益。也会要求在孩子家长面前提及，请你离开孩子，自行在户外教学的地方找时间休息30分钟的难堪的场面。第一线的教保人员讲出上班过程，为着休困半点钟所拄到的大项争议，伫教保现场考虑到学生的安全，根本就无可能好好啊休困。准讲是孝道，学生困去了，依然有行政工作需要处理的状况。公立幼儿园是人力吃紧哈，一个萝卜一个坑。教育部依旧是让教保员在午休的时间，用违反师生比的方式去轮流休息，这个不是保障教保员呢。工会讲，面对教保人员的劳权争议，劳动部去年底的解释，强调休困时间会当调整预算。若准备我下班，同款袂当休困，应该是会使直接下班，超过时间就要有加班费。不过，伫教育部甲地方政府错误的解说之下，教保人员就算是无法度休困，嘛袂当提早下班。请国教署给一个明确的做法，那讲清楚、说明白，教署应该要拿出诚意跟做法来落实劳动部既有的解释。这边请我们在跟地方政府做一个讨论的部分，我们会尽快的再做一个研议的。刘伟要求教育部落实劳动部的规定，保障教保人员的权益，才会当保留稳定的教保能力。教保回应讲，上紧的伫10月份，搁再和各地方的政府开会沟通，来落实改善。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有通过这案法的修正草案，有增加这场霸凌专章，也有强化这源头防灾等等。这届修法呢，也是12党来上界大的调整。也毋过，劳工团体是提醒这后手呢，应该爱来定主法，建议劳动部参考外界的意见，才通符合基层的需求。为了强化劳工的安全卫生保障，行政院会议通过这个安全卫生法修正草案，会含请立法院审议。其中新增加这场霸凌专章，嘛强化源头防灾，加强承揽管理，提高最高限度的罚款。要求业主将工程，如果你采平行分包给各个不同的厂商的时候，应该要指定其中一个厂商负责统合管理业务。如果各个厂商在层层转包到下包商的时候，我们这次的修法要求各个大中小包商都要共同负起防灾的责任。这届这案法修法拢总修正23条，是为2013年专门修正以来上届大幅度的调整，希望进一步降低职业灾害，并提升友善的职场环境。劳团表示，劳检行政院通过这案法的修正草案，按过嘛点出，草案当中这场霸凌专章，也是定义依照事业单位利用权势职务关系不当对待，比起性别平等工作法，明确写出劳工伫执行业务的时阵，拄到任何人不法侵害，是有精彩定义较无明确。职场霸凌有时候可能不一定是雇主，不一定是同事，职业安全卫生法里面，它还是定在这个事业单位里面。所以，比如说顾客或者是合作的这个厂商，他如果有发生这种霸凌的这个事项，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相关的这个规范。杨思伟嘛进一步表示，等条文伫立法院审议3读通过了后，后续中央主管机关伫定相关处罚是一大观察的重点，是是不是有法度落实母法的关键。也建议定处罚的时阵，劳动部应该参考也是听取民间部门、劳工团体的意见，才袂背离基层的需求。记者采访报道。花莲一搭看日出的双峡大道呢，伫2022年10月完工开放，也毋过因为是用这化工石，佮部分路段呢，这路面又佮崎岖，所以落雨天的时阵，定有人会出道。即马县政府最近呢是甲这路面甲磨合较粗咧，希望会当减少事故。花莲市骑机车的人，平常时拢会尽量闪开日出的乡下大道，因为路面车程，佮加是土青少的路面，落雨时阵，哪一个无细字就会出道。一开始就不对啦，斜的下雨天就是打滑啦，这常发生呢，这可以国赔吗？地板路很滑，尤其是下雨天，
我们几乎是要非常慢的速度。那你自己本身有滑倒过吗？滑倒过。为了让土青石铺面较袂遐尼骨，花莲县政府最近开始请厂商进行拍磨，伫凯发生出去的路段施作，若是路面车的问题，恐惊无法度解决。自由街周边的这个我们的房屋的地基的高度其实是有高高低低的，所以就会造成有些路段它是房子会低于这个箱涵顶的高度，这个箱涵的高度比较高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个倾斜的状况，所以这个其实是在工程里面没有办法去解决这样子一个问题。另外，民众讲当初使用土青石做路面根本都有问题，希望会当将两边道路改造点仔到路面，通降低厝倒的事故。对这代志，县政府解说，规划进程拢有甲地方民众讨论过，尊重民意，才决定使用土青石，毋是县政府单方面决定的。记者采访报道。在抢救性命的时阵呢 ，AED 电击是真重要的角色。卫福部有指出讲，即马经过民间寄付，全国呢在国内每10万人口都有超过65台的 AED 的电击器，而且在民间团体嘛来开发手机仔的 App， 希望大家拢会当了解急救的知识。救命的黄金4分钟内，除了 CPR 以外 ，AED 嘛真重要，会当 AED 来电击，通好互心脏恢复跳动。有家长讲，伊的囡仔伫学校拍球拍甲昏去，后来是用 AED 急救，然后赶紧送病院，才会当保掉性命。大家都是衔接得很好，在短时间内就是让他恢复心跳。用完 AED 的时候，他心跳有恢复一点点。对，可是还是没有很稳定，但是至少有恢复一点的。然后所以就是救护人员他们来之后，就立马给他打一针强心针。礼拜，伫咧民间团体举办的 AED 公益记者会顶头，根据民团的统计，因为 AED 设备救回来有超过200条性命。卫福部指出，对2012年开始，每10万人口无够20台 AED， 经过民间团体的寄付，到即马每10万人口就有超过65台。医生表示 ，CPR 加上 AED， 安尼急救的成功率会当提悬真济。CPR 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很多的猝死的人在当下通常心脏会不正常的放电，那个不正常的放电，这个 AED 它可以侦测的就是跟死亡相关的那2种放电。那这样这个状况，我们就把它电回来，让心脏重新停下来，然后再重新跳动。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未来这个曝光度可以更高，这样子我们可以救到更多的一些的人，因为现在很多有可能是因为找不到机器而失去了这个关键的时间。民团表示，也有真济偏乡甲学校是无 AED 的，呼吁民众企业拢会当发挥爱心捐 AED。另外，民团嘛希望推动全民学会晓急救，结合手机仔 APP， 互急救的知识通好普及。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过20嘛，就是中秋啊！在屏东呢，是有7个新创团体做伙来展示今年中秋的盘手，目标是希望会当卖超过1万客啊。也毋过有团体是讲呢，即摆义卖数量是有较减，希望透过即摆中秋的义卖活动，民众会使来斗支持。到底要抹多一点还是？3位新众朋友小晶、小花、阿杰，甲屏东县长做伙做鸡卵糕。因为中秋节是一寡新众团体义卖大节日，县府就和屏东地方的甜露业者合作，用在地果子制作，推出特别的盘手，希望整体有机会冲破1万盒。或者的新众朋友会使欢喜过节。那我们也希望呢，借由这个活动呢，能够长期的赞助我们自闭症协会，他们来做一个他们聘请师资创作画作的师资来源。今年屏东中秋盘手展示会有7个新众团体参与，推出足侪款礼盒，土王来酥、广式月饼，阁有手工杀文等等。不过有团体表示，这2年感觉义卖状况可能受到景气的影响，数量有小可减少，希望在县府的斗3工之下，有更较侪民众来捧场。伴手礼它也不一定要是月饼，它可能会选择其他东西，都是造成就是我们的那个订单锐减的原因。比较大的客户一个，他一笔就每年都30几万，当这笔订单没有之后，我们影响比较大。互阮的产品，互阮的囡仔，我都做出来啊，趁我一寡因的工作的奖励金，来帮助因家己，互伊找到伊家己的自信哦，然后知影讲伊对这个社会嘛是有贡献的。
县府社会处表示，今年嘛透过公益采权的基金，倒应协助推广行销。县府希望透过这款方式，帮助新创机构稳定经营，嘛让新创朋友伫团体中继续合适以成长。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来到云林县环保局呢，是结合着无人机，也阁有 AI 的技术，甲海墘仔粪扫的位置拢甲做记号，要来提高摒海沙埔的效率。而且因嘛来规划分区，互县内21间企业来领用甲维护，共同来守护海洋的生态环境。利用无人空翕机伫云林沿海进行摄影记录，再阁透过 AI 自动标记粪扫的所在，会当清楚知影倒一档海域有真侪管仔干仔，也阁蚵仔病竹仔废料，希望等粪扫分布。甲云林县海岸线55公里分阶段，由企业来认领清理。废弃物的位置，并且也节省了时间，然后可以有效锁定海岸线需要进滩的点位。那目前已经有21家企业加入我们进滩的行列。云林县环保局表示，这阵海区经海岸线环境监测，以大西望环沙埔粪扫量上济，北寮北部环沙埔粪扫量是上少的。其中海废物主要生活粪扫占7成，渔业废弃物占3成。后续要做清理区域，维护海洋生态。一个过境的话，就造成蛮多的损害，所以。如果说真的要减废弃物减量的话，我想应该是来处理这个区块。当地影视协会表示，云林沿海放养蚵仔真济，不过无路用的蚵仔病，包括塑胶管、竹仔这物件占海废物的比例悬。虽然目前有集中管理，但是会当提供气化管道，才当提升渔民回收。环保局嘛讲，21间企业ren用沿海区域，会当年举办清理守护海洋。记者采访报道。有一种球白菌，若准画到呢，这镜头甲感冒是真常，主要是伫美国西南部，也是讲中南美洲是较看会到。因那台湾即几冬来，这境外入来的球白菌的病呢，是有增加的趋势。虽然讲这人甲人之间是袂相话，也毋过疾管署呢是提醒民众，若准去到风险较悬的国家，就爱来刮喙暗。民众出国耍含做工课的人愈来愈多，这几年境外入来球白菌病例嘛增加。台大病院指出，2020年到即马已经有13例，对2024年开始有明显的增加。疾管署表示，尤其是去到较大的国家，像美国的西南部、中南美洲等等。含山谷、沙漠这款所在，得到球白菌的风险会较悬。那如果回国之后有类似的症状，像是发烧、咳嗽等等的话，就宜请务必告知旅游史，让医师可以及时来做一些检查跟诊治。医生表示，球白菌袂人传人，是透过空气经由细菌感染的。台湾目前无本土病例，但是球白菌甲流感等等的症头真相同，提醒民众有袂爽快，就要去看医生。嘛建议主动提供家己的资讯，包括职业去过地、和接触过的人等等。会提醒我们的国人如果有去过这些流行地区，像美国西南部这些地方，那回国后如果出现一些长期咳嗽或者发烧的症状要就医的时候，那就应该要主动告知我们的医疗人员有去过这些相关的地方。那这 TOCC 还是我们非常强调的一个对于我们临床判断很重要的资讯。那如果非要前往这些地方的话，是可以建议佩戴这个 N95 口罩来做预防。那如果当地正在出现像是沙尘暴这种大风沙的时候，那建议都待在室内哈。台大病院特别提醒有糖尿病、慢性病甲有心的人。得到球白菌爱特别注意，过去嘛是有因为球白菌死亡的病例，疾管署嘛提醒民众有去高风险的国家就要挂喙暗。记者陈心彤、林旭凯台北报道。今仔日过了7月初7，也就是青牛马赛，伫新竹德林市呢是照鼓励甲囡仔来做十六。人讲这青牛马是专门咧保庇囡仔的一个守护神，16岁做煞也代表着囡仔当大人就爱家己来负责啊。蹲低一点，小心一点，过去了。照鼓励软过脚骹，甲囡仔身躯顶代表保平安的梗，由4大人摕落来完成烫梗。
各饮饮料代替鼓励爱用的加酒，这是新着做16个仪式。礼拜5旧历7月初7，青牛马生这天举办完成仪式，也代表囡仔已经大汉了，未来爱为家己负责。传承这个仪式，啊，我嘛，互阮遮的做16岁的同学吼，知影讲，阮大汉啊，爱为未来家己做的代志爱负责，啊嘛，感谢青牛马啊，这个16年来的保庇。嫩油咖、腾梗，还有喝饮陈年酒，那象征的就是说告别童年，那责任的开始，那要迈向更幸福的人生。主办单位也提醒讲，嫩油咖有一个规定，就是一定爱看头前，袂当看后壁，代表爱勇敢向前行。而且伫咧拜青牛马的成礼方面，也有爱注意的所在，千万袂当拜牛吧。咱唔通去拜牛吧，因为牛郎织女啊。你若拜牛肉的时阵，恐惊会冒犯到牛郎啊，这就可能会较犯到禁忌。咱会当考虑到油饭吼，油饭就是咱若咧生囡仔的时阵吼，咱拢会分油饭，互大家食，保平安的意思。第二就是咱咧拜拜的时阵是加酒吼，这就是互怀孕的妈妈吼会当保身体吼。第三，就是咧拜的时阵会当拜胭脂水粉，这除了青牛马希望家己装甲水水以外，嘛比如讲会当帮大家来招来好人缘的意思。今年活动拢总有9,000个学生来报名参加，这嘛是目前北台湾唯一有做16岁仪式的庙司。透过做16，除了互囡仔知影家己已经大汉，嘛则互因未来平安顺遂。记者刘文豪新竹报道。后礼拜六就是中原啊，这屏东恒春的民俗活动采购四姑病呢，是先来进行这徛灯果的仪式。公所是讲，甲这支26公尺悬的竹仔甲采起来了后，也就代表是向好兄弟来发出邀请，欢迎因来享用，也祈求今年活动会当顺利圆满。高举起了。吊车运轮将竹仔纠悬起来，准备要来进行徛灯果仪式。这支竹仔总长26公尺，是主办单位真无简单去高雄山区找到，一路派交通管制再登来恒春的。2025年的恒春四姑病活动，按算30日正式起稿。主办单位2早起先来徛灯果。公所表示，这个灯果就亲像是基地台，也是贴吧同款。采起来了后，附近的好兄弟啊看到，就会知影这有穿好料的要款太紧。灯果愈悬，呼救的范围愈宽，祈求好兄弟啊必救今年的活动顺顺利利。他是从哪里？高雄来的？拉马夏，只有拉马夏有。今年的四姑病比赛，拢总有17队报名参加。公所讲，因为核三枪停放，和今年的活动补助金对原地250万减价剩50万。加在有关府甲济单位的斗相挺，将这个差价补起来，或者对清朝流传各大的活动会当闹闹热热办落去。尤其今年是恒春建成150周年，意义特别无同。把这个100年传承继续延迟下去，然后呢，还是刚才讲的这个敬鬼神的意涵呢，包括在里面，然后祈求恒春所有的乡亲呢都能够平安。公所表示，四姑病比赛是伫9月初6中元节正日迄天来办，不过对30日起，恒春遮都有一系列的活动，欢迎民众到店来感受这个有100年历史的传统民俗文化。记者柯秉哲、柯家族、柯昭阳屏东采访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30度到36度，中部地区是30度到36度，南部地区29度到35度，东部地区是29度到32度。那外岛地区29度到33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下礼拜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
拜。